大家好啊，我係 Henry 啊，能夠有機會為本土製作嘅戰鬥機5位主角做設計上色藍本，非常之開心。咁就參考咗5位主角嘅上色設計藍本之後，從色彩嘅還原度以及動漫嘅造型，咁我哋今次開會決定咗用 Zero3 G-Code Plus 去進行今次嘅任務啊。咁接住落嚟呢，我哋就從 demo 嘅分析到實際調色嘅執行，每一個嘅完整嘅過程，我哋一步一步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從第一位主角月本瑩開始做起先啦。首先第一步做咗肌膚色先啦。肌膚色嘅底色呢，就係用返白色做底。咁乾透咗之後呢，記得啦，就唔好咁快上肌膚色啦。我哋就最好遮返隻眼，因為咁到時候呢，眼白嘅位置呢，就唔需要再上過啦。咁啊慳返多一重嘅功夫。咁今次嘅主角月本瑩呢，個肌膚比較白切啲、通透啲嘅，咁所以呢，我就略地比較少少嘅帶粉紅嘅效果，貼近返主角月本瑩嘅形象。眼珠方面呢，咁我用咗黑藍色去做啦，眼眶同埋眼眉毛呢，就用返黑色為主。咁到最後呢，就加返眼珠裏邊嘅反光啦。咁就要點返一啲嘅白色啦，去營造返一個反光嘅效果。完成咗之後，記緊啦，我哋可以加返光油，咁樣嘅話可以令到眼睛閃靈靈，更加有生動嘅效果。接落嚟第二個部分就講解一下月本瑩嘅背包同埋裝備嘅塗裝嘅技巧啦。背包呢，就採用咗動漫嘅風格嘅軍用迷彩嘅配色，顏色就以淺灰綠同埋深灰綠兩種為主嘅。喺調色比例方面，你亦都可以參考一下畫面中嘅顏色嘅百分比去調校顏色㗎。如果你覺得百分比比較難處理嘅話，又或者你可以參考一下用顏色嘅每一滴嘅數量去估算一下啦。咁呢一種嘅方法都比較容易上手啲㗎。顏色調勻咗之後呢，其實就可以直接可以用得㗎啦。但係如果係塗裝嗰陣時，你發覺顏色會比較個濃度高嘅話呢，你可以加少少嘅稀釋液落去，唔需要太多。太多嘅話呢，會影響嗰個嘅覆蓋能力。喺手塗嘅過程之中，你想要係比較容易啲去處理嘅話呢，記緊支畫筆呢一定要保持濕潤，但係就唔係話要滴晒水嗰隻。咁你最緊要呢就係清洗咗支畫筆之後呢，就用翻紙巾輕輕索翻一啲嘅多餘嘅水分，咁就可以噶啦。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喺我哋油顏色嗰陣時，油下之後呢，因為你會覺得嗰啲顏料呢開始慢慢乾透啦，咁支畫筆呢就會好似卡住咁樣。咁嗰陣時候嘅話呢，我哋記得又係要再清洗翻支畫筆，清洗完之後呢，索翻啲水，咁就可以繼續用噶啦。咁樣呢，就避免啲顏料呢乾咗喺支畫筆裏邊，影響咗塗裝嗰陣時嗰個流暢度。上咗第一層之後呢，你覺得個顏色嗰個遮蓋力唔係好夠嘅話，我哋可以等1-2分鐘之後呢，就再補多一層，咁就得噶啦。補咗一層之後，你都會發現得到嗰個覆蓋力係好咗好多之餘，同埋佢嗰個嘅筆痕呢，亦都會減少咗好多嘅。迷彩嘅淺灰綠部分呢，個底色部分已經做好咗啦。咁我哋而家呢，就着手呢，就做埋上邊深綠色嗰一個嘅部分。咁做深綠色嗰個部分有冇啲乜嘢嘅特別技巧呢？其實就冇乜話刻意嘅特別技巧嘅。咁我哋亦都唔需要模仿話一啲好真實嘅嗰個嘅不規則嘅紋路。我哋可以根據翻嗰個背包嗰個大細啦，同埋嗰個邊緣位啦，我就會覺得用平筆呢會比較好用啲。沿住條線啦，咁啊慢慢呢就掃落去，自然過渡呢就可以噶啦。
咁喺由深色嘅部分，即係而家由呢個深綠色嘅部分咧，咁最好咧就要嗰個覆蓋力要比較強一啲，咁就盡量唔好透咗嗰個嘅底層嘅顏色出嚟。咁若果透咗嘅話咧，唔緊要嘅，等佢乾透咗之後咧，我哋亦都係再補多一浸上去。咁但係要記緊啦，喺邊緣嘅位置咧，我哋一定要比較分明啲。唔好話太過有少少岩岩巉巉咁樣，咁呢個我會覺得係做迷彩嘅其中之一嘅條件啦。背包方面咧就差唔多完成啦，淺灰綠色同埋深灰綠色嘅配搭咧就比較清晰同埋自然啲，盡量還原返動漫嘅風格嘅質感。咁今次嘅 G-Code Plus 手塗同埋噴塗嗰方面咧，俾我嘅感覺咧，同傳統嘅水性顏料嘅乾嘅速度嘅話，會比較快啊，同埋會容易啲去控制。因為舊嘅普通嘅水性嘅顏料係慢乾啦，容易剝落，有呢一個嘅問題喺度。咁新嘅顏料嘅話咧，附着力同埋個黏度咧都強咗唔少㗎。無論喺手塗啊，定或者係噴塗嘅話咧，就更容易去控制啦，同埋掌握嘅。咁我而家呢個模型咧，因為係樣板嘅關係，係預先組合咗嘅，咁所以咧塗裝嗰陣時咧就會變相係一次過去油啦。但係若果你哋到時候買嗰陣時，佢本身係已經係分晒件㗎啦，咁我就會建議咧係油咗先至再組合翻佢，咁樣嘅話咧個效果咧會更加之理想。今次面部同埋背包嘅迷彩塗裝咧就講到嚟呢度。今次呢條片咧希望幫到大家啦。若果大家鍾意呢條片嘅話，記得幫我點個讚或者分享俾朋友啊。咁我哋下集再見啦。